分鐘之內教你點樣用1000蚊由一個咁舊、咁老土、咁亂嘅洗手台變成一個整齊簡約、帶有少少時尚感嘅洗手台。由於舊時設計係用磚砌出嚟，其實我都唔明點解要咁做，但係我係唔會嘥錢拆咗佢。首先會用填縫膠將每塊磚之間嘅位置填平佢，之後就用防水有耐磨嘅牆紙貼上去改色。貼呢啲好簡單，千祈唔好心急，一下就撕晒個背紙貼上去。最緊要細心啲，慢慢貼。貼好晒就換埋啲櫃門，呢啲櫃門我都係拼多多訂做，俾個尺寸佢，45蚊就有一對，仲會幫你開埋門鉸孔，真係平靚正啊！之後就翻新個洗手盤，首先就封死個水龍頭，確保佢唔會漏水。之後就用啲有砂紙磨清洗手盤啲污垢，再用消毒火手清潔個表面。唔想噴到啲唔關事嘅地方，就用皺紋膠紙貼住唔需要嘅地方。之後就可以開始噴啦，噴3層就足夠。乾好晒再用熱風槍幫佢焗一焗油，咁就更實淨啦。最後就安裝埋新嘅水龍頭。由於我媽經常亂放啲紙巾，所以我就 DIY 一個紙巾籠，咁就可以整齊又方便拎到啲紙巾啦。最後就喺牆上打個窿，安裝埋個鏡櫃，駁埋電線就搞掂啦。洗手間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乾淨簡單易清潔，櫃邊加上感應燈，增加個氛圍感。櫃嘅門邊同埋櫃底都用唔同嘅儲物架同埋儲物箱，用埋伸縮棍去放置置物籃，用盡洗手盤下嘅空間又整齊。台面貼咗仿大理石紋、防水耐磨嘅牆紙，水龍頭嘅顏色都要襯翻洗手間個設計。側邊牆身訂做一塊不鏽鋼洞洞板，安裝晾衫架同新濕毛巾架，可以做到乾濕分離。上面櫃就放咗我 DIY 嘅紙巾籠，鏡櫃有埋化妝燈就更光猛。而家可以好整齊放到啲個人用品，鏡內都做到啲簡單嘅收納。牆上就裝咗吹頭同吹手機，插蘇就裝咗掛牆式拖板，咁就唔需要再用一個插頭，4方8面插，安全又整齊好多啦。只要用啲心機，其實可以用好平嘅價錢 DIY 都可以做到整齊又美觀嘅洗手間。完。